呢批死海古卷咧，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咧係反映咗某個特定宗派嘅觀點，而另一類咧就係屬於當時廣大猶太教共有嘅文獻。喺呢啲非宗派嘅文本入邊，佔咗最大比例嘅就係舊約聖經或者叫希伯來聖經嘅經卷。除非我哋將喺第七號洞穴發現嗰啲極之微小嘅希臘文碎片，當成係新約聖經嘅殘餘部分，否則古卷入邊其實係冇新約聖經內容嘅。另外有一點好重要就係呢啲古卷全部都係抄本，而唔係作者寫嘅原稿或者係最初嘅創作。所謂嘅舊約聖經其實係基督宗教對猶太教希伯來聖經嘅稱呼。雖然新教嘅舊約正典入邊咧收錄嘅書卷同希伯來聖經完全一樣，但係佢哋嘅排列次序同埋計算書卷嘅方法咧就有啲唔同啦。猶太傳統將嗰24卷書分成3大類，分別係有5卷書嘅摩西五經、8卷書嘅先知書，同埋有11卷書嘅聖卷。成套經集簡稱為太納克。咁至於新教正典呢，就總共有39卷書。之所以會多咗出嚟，係因為佢哋將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下、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同尼希米記，仲有12卷小先知書，全部都拆開嚟獨立計算。而且新教正典係分成5經、歷史書、詩歌、智慧書同埋先知書呢4大類嘅。根據一項統計顯示，舊約聖經或者希伯來聖經嘅抄本大約佔咗成批古卷嘅1/4，總共有209份咁多。呢啲抄本證明咗，除咗以斯帖記之外，新教同猶太正典入邊嘅每一卷書喺當時都已經存在。雖然喺古卷入邊亦都揾唔到尼希米記。但係因為喺猶太傳統入邊咧，以斯拉記同尼希米記咧係被視為同一卷書，而古卷入邊咧確實有一塊好細嘅以斯拉記殘片，所以有啲學者認為咧，其實唔單止以斯拉記嘅，連尼希米記當時都有被保存喺呢批古卷入邊嘅。喺昆蘭發現嘅聖經文本，為我哋揭示咗聖經喺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00年呢段關鍵歷史時期入邊，到底係點樣流傳落嚟嘅？呢啲古卷話俾我哋聽，喺聖經標準化之前，佢嘅面貌係點樣？你有冇試過對比新約聖經引用舊約嘅地方，發現兩者講嘅嘢唔係完全一樣咯？昆蘭古卷就俾我哋一個前所未有嘅機會去睇下聖經文本喺定型之前嗰種流動性，同埋當時啲人係點樣審視呢啲權威經卷。事實上，舊約聖經或者叫太納克係用希伯來文同阿拉姆文寫成嘅。咁呢套經集唔係由一個人寫成，亦都唔係好似一啲基要主義者所諗咁樣由天而降啊。佢唔係一本魔術書啊，而係一堆具有神聖起源嘅權威文本，經過咗漫長嘅人類書寫同編輯過程。每一卷書，甚至係書入邊嘅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嘅創作同流傳歷史，就好似阿摩斯個仔嘅預言啦。學者就將佢分成第一以賽亞書、第二以賽亞書同第三以賽亞書，分別由唔同時代有名或者無名嘅作者同文士寫成同編輯。關於聖經書卷嘅年代，學者嘅意見各有不同。保守派傾向將日期定得早啲，而自由派就定得遲啲。但無論係咩立場呢，大部分人都認為公元前5至4世紀嘅以斯拉時代係極之重要嘅。根據聖經傳統，以斯拉係一位致力於研究律法嘅祭司兼文士。佢得到波斯王亞達薛西二世嘅批准，帶領流亡者同聖殿嘅金銀翻去猶大省，並奉命教導律法。雖然呢啲記載入邊有神話色彩，但佢確實反映咗波斯時期研究律法嘅風氣。雖然有啲修正主義者認為聖經文本應該定喺希臘化時期，但主流學者依然覺得波斯時期係大部分經卷成書同編輯嘅主要年代。喺波斯時期，希伯來文開始變得令人陌生。當時猶太人嘅日常語言已經變咗做阿拉姆文，所以佢哋需要譯本嚟理解用神聖語言寫成嘅摩西律法。阿拉姆文係一種西北塞姆語，原本係亞蘭人講嘅。
後來變咗做波斯帝國嘅官方語言。聖經入邊嘅耶利米書、以斯拉記同但以理書都有部分經文係用阿拉姆文寫成，反映咗呢種語言上嘅過渡。隨後另一個重要嘅語言發展係猶太人轉用咗希臘文。喺希臘化時期，希臘文化主導咗近東地區。亞歷山大港嘅猶太人就將摩西五經同其他經卷翻譯成希臘文。傳說托勒密二世要求將猶太律法譯成希臘文收進圖書館，於是從耶路撒冷派出咗72位長老，佢哋喺72日內完成咗任務。雖然呢個傳說未必完全真實，但呢個希臘文譯本後來就被稱為七十士譯本，簡稱架主子。七十士譯本本身亦有一段複雜嘅歷史，佢唔係一次過翻譯完成嘅，而且關於翻譯所根據嘅底本亦引發咗唔少疑問。雖然翻譯底本肯定係希伯來文，好多內容亦都同馬所拉文本一致，但喺某啲書卷入邊，例如耶利米書，希臘文版本比馬所拉文本短咗14%，內容排列亦有唔同。昆蘭古卷入邊嘅碎片，正好同時證實咗耶利米書嘅馬所拉文本形態同七十士譯本形態喺歷史上係並存嘅。隨住時間推移，呢啲希臘文聖經成為咗基督宗教權威嘅舊約版本，直到今日，東正教會依然係沿用緊呢個版本。喺發現昆蘭古卷之前，學者如果要研究希伯來聖經手抄本，就唯有依靠一啲源自中世紀時期嘅文獻。喺嗰段時間，除咗一份大約喺公元前1至2世紀寫成名為《納什子沙草》嘅殘片之外，基本上冇其他更古老嘅文本。不過呢份殘片嚴格嚟講，並唔算係正式嘅聖經經文啊，而係一份用喺禮拜儀式摘錄自出埃及記第20章同申命記第5章嘅語錄。我哋今日常見嘅中世紀希伯來文本被稱為馬所拉文本，亦即係所謂嘅公認文本。嗱，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嘅英文譯本其實都係根據馬所拉文本翻譯過嚟嘅。而絕大多數嘅現代譯本更加係參考咗現存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圖書館，大約喺公元1000年左右寫成嘅列寧格勒法典。昆蘭聖經古卷嘅出現，有力淡證明咗聖經經卷嘅古老性。呢啲古卷嘅年代介乎公元前250年至公元100年之間，比馬所拉文本足足早咗大約1000年。呢個發現令我哋喺時間線上邊可以更加接近聖經原本創作嘅年代啦。呢1000年嘅差距意義非常重大，因為佢帶領我哋翻去一個聖經文本依然具有流動性嘅時期，直到大約公元100年左右，所有聖經文本先開始統一成為原始馬所拉文本或者原始拉比文本嘅形態。自此之後，文本之間嘅差異就縮減到只剩翻拼寫上嘅唔同。有啲學者將呢個轉折點描述為聖經文本定型嘅時期，亦有啲學者認為呢個過程其實係喺眾多文本形態入邊選擇咗馬所拉文本作為唯一嘅權威版本。無論點樣解讀都好，到咗大約公元100年嘅時候，喺猶大荒漠唔同地方，唔單止係昆蘭所發現嘅所有聖經手抄本，全部都已經屬於馬所拉文本嘅類型。呢段歷史展示咗聖經由多元流動走向統一權威嘅演變過程。等我哋嚟睇下昆蘭聖經文本點樣幫我哋理解一啲經文入邊嘅變體，特別係喺撒母耳記上面一段非常出名嘅記載。喺撒母耳記上第11章嘅開頭咧，講到亞頭人拿轄圍攻以色列嘅一個城鎮，叫做亞比。學者咧就一向喺撒母耳記入邊咧發現咗2條唔同嘅文學脈絡嘅，一條係早期來源啦，認為建立王權係神嘅旨意；另一條就係後期來源，立場係反對君主制嘅。如果我哋睇修訂標準版聖經第10章結尾到第11章開頭係淡樣寫嘅，有一啲無賴話呢個人即係掃羅點可以救到我哋呢？於是佢哋藐視掃羅，冇送禮物俾佢，但掃羅就保持沉默啦。到咗第11章第1節，
經文突然跳去講亞比王拿轄上嚟圍攻亞比，城入邊嘅人求饒，話想同呢拿轄立約，願意服侍佢。但係拿轄提出一個好苛刻嘅條件，就係要挖出佢哋所有人嘅右眼，以此嚟羞辱以色列眾人。亞比嘅長老就要求攞7日緩衝期去揾援軍，如果冇人救佢哋，先至投降嘅。其實呢兩章之間嘅過渡咧，係非常之生硬同突兀。第10章描繪緊先知撒母耳好勉強但答應人民嘅要求，立掃羅做以色列第一個王。但係到咗第27節，明顯有人唔妥掃羅，甚至藐視佢。點知到咗第11章第1節，敘事突然之轉咗去講亞搞王拿轄圍攻外約旦嘅亞比城。經文咧完全冇交代過拿轄係邊個啊？點解佢要突然圍城斷人糧草啦？我哋亦都唔知點解佢開出嘅條件會咁殘忍啦。有啲聖經評論家覺得咧，要挖人右眼咧，純粹係反映拿轄嘅野蠻啦。故事發展落去，拿轄竟然好有風度膽答，應承咗長老要求嘅7日寬限期，等佢哋去揾救兵啦。結果身受膏嘅王咧，即係掃羅啊，聽到求救之後咧，就組織軍隊大敗亞鳩人，證明咗自己係一個稱職嘅領導者。呢段敘事喺傳統版本入邊留低咗好多疑點。點解拿轄會咁輕易俾佢哋去揾救兵？又點解佢要用咁極端嘅方式羞辱呢個城？其實昆蘭古卷入邊發現嘅撒母耳記版本提供咗一啲喺主流聖經入邊消失咗嘅片段，幫我哋填補咗呢啲邏輯上嘅窿，令成個故事變得更加合理。喺昆蘭第4號洞穴發現嘅撒母耳記抄本入邊，竟然比我哋用開嘅馬所拉文本多咗成個段落。呢段消失咗嘅經文係淡樣寫嘅，雖然有一啲無賴藐視掃羅，冇送禮物俾佢，但係掃羅保持沉默啦。嗰陣時，亞裘人嘅王拿轄一直喺度殘酷但壓迫迦得同流便支派嘅人，佢挖出咗佢哋每一個人心目中嘅右眼，唔俾以色列人有任何拯救者。喺約旦河對岸嘅以色列人入邊呢，冇一個唔係俾拿轄挖咗右眼嘅。不過有大約7000個人成功逃脫咗亞比人嘅魔掌，入咗去亞比呢個城。大約1個月之後，亞裘王拿轄就上去圍攻亞比。呢段多出嚟嘅內容非常之關鍵，因為佢交代咗拿轄嘅正式身份啊，係亞裘王啦。喺聖經嘅列王紀同撒母耳記入邊，每當一個外國君主第一次出場，通常都會俾埋佢嘅傳函，好似亞瑪力王亞甲或者亞蘭王便哈達旦。呢段經文仲解釋咗點解拿轄會冇啦啦去攻擊亞比城，原來係因為亞比收留咗嗰7000個由迦得同流便支派走難出嚟嘅逃兵。拿轄之所以要求亞比城嘅人都要被挖右眼作為立約條件，其實係因為佢對待死對頭一向都係用呢種咁殘忍嘅酷刑。雖然挖眼同肢解對現代人嚟講係極之反感，但係古代近東地區呢，呢啲係對待叛亂者、敵人或者違反盟約者嘅標準懲罰。學者認為呢段經文之所以喺馬所拉文本入邊唔見咗，好大機會係因為早期文士抄寫嗰陣眼花，目光由一個段落跳咗去另一個同樣以拿轄開頭嘅段落，結果咧就漏咗中間呢一長段。有趣嘅係喺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嘅著作《猶太古史》入邊，佢對呢段故事嘅描述證明咗佢當時手上嘅版本係包含咗呢段消失咗嘅經文。而家有一啲學者非常肯定呢段嘢原本係屬於聖經嘅一部分。甚至喺1990年出版嘅新修訂標準版聖經入邊，已經將呢段內容重新放入去撒母耳記上第11章。如果你喺呢個版本嘅第11卷第1節前面見到台台呢個標記，就代表呢段係根據昆蘭古卷嘅證據重新補回落去嘅。頭先講到消失咗成段經文嘅例子係比較罕見，但係其實有時只係一個字嘅變體，背後嘅意義都可以好重大。我哋嚟睇下創世記第22章嗰座差啲用嚟獻祭以撒嘅山到底叫咩名？根據傳統嘅馬所拉文本啦，呢個地方被命名為耶和華以勒啦。通常翻譯做耶和華必預備或者主必睇顧。呢個被稱為以撒被綁嘅故事，可以話係希伯來聖經入邊最扣人心弦嘅人倫戲劇。亞伯拉罕嘅太太撒拉一直冇仔生，
直到上帝開咗佢嘅子宮，佢先至喺高陵生咗以撒。點知到咗第22章嘅開頭，上帝因為一啲冇人知嘅原因去試煉亞伯拉罕，命令佢帶住佢心愛嘅獨生子以撒去到摩利亞地，將個仔當成台祭獻俾上帝。對於現代人嚟講，呢種命令帶嚟好大嘅神學衝擊。哲學家康德就曾經批評過，如果一個聲稱係上帝嘅聲音命令人去做一啲違背道德律嘅事，例如殺死自己個仔，人係冇辦法確定嗰個真係上帝嘅聲音。喺聖經嘅敘事入邊，亞伯拉罕真係將以撒綁咗喺祭壇上邊，正當佢準備落刀嗰一刻，耶和華嘅使者喺第11個鐘頭出手阻止咗佢。著名畫家卡拉瓦喬收藏喺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嘅名畫，就生動地捕捉咗以撒面上嗰種極度恐懼，同埋亞伯拉罕眼神入邊嗰種矛盾嘅堅定。等於故事嘅高潮係亞伯拉罕因為敬畏上帝而受到讚賞，最終用咗一隻公綿羊代替個仔嚟獻祭，並將嗰個地方命名為耶和華以勒。歷代志下第3章進一步解釋，所羅門王起聖殿嘅地方，正正就係摩利亞山，亦即係今日聖殿山嘅範圍。根據伊斯蘭傳統，圓頂清真寺下邊嗰嚿岩石，除咗係以撒差啲被獻祭嘅地方，亦係穆罕默德夜行燈燒升天嘅起點。不過，當我哋睇翻昆蘭古卷入邊嘅創世記自出埃及記抄本，會發現呢個地方嘅名其實係以羅恩、以勒、Elohim Jireh， 意思係上帝必預備。雖然呢份古卷嘅後半段經文已經殘缺不全，但呢個發現非常有趣。呢度用咗比較通用嘅稱呼以羅恩，而唔係以色列上帝嘅私人名字耶和華。雖然大部分嘅聖經譯本都係跟從馬所拉文本寫成耶和華，但係以羅恩呢個讀法咧，其實更加呼應翻第8節講嘅上帝必預備，同埋第12節形容亞伯拉罕係一個敬畏上帝嘅人。有學者推測，原本嘅地名好可能真係以羅恩以勒，後來先至被耶和華文獻編者根據佢哋嘅神學立場修改成為今日我哋見到嘅版本。呢個微小嘅變體，正正展示咗聖經文本喺流傳過程入邊點樣受到唔同神學觀點嘅影響。根據撒母耳記上第17章嘅記載，非利士人嗰陣有一個令到掃羅王同埋以色列百姓都感到極度恐懼嘅勇士，佢就係哥利亞。喺我哋常用嘅中世紀馬所拉文本入邊，形容哥利亞係一個身高6肘零1虎口嘅巨人，換算翻現代單位，大約係3米咁高，即係差唔多9尺9寸啊！想象一下，一個3米高嘅怪獸企喺你面前，難怪當時嘅以色列軍隊會嚇到失魂啊！不過有趣嘅發現嚟啦，喺70士譯本嘅主要見證，以及昆蘭第4號洞穴發現嘅撒母耳記古卷入面，對哥利亞身高嘅記載竟然有另一個版本。呢啲更古老嘅文獻指出，哥利亞嘅身高其實係4肘零1虎口，換算過嚟大約係2米左右，即係6尺9寸。雖然2米身高喺古代嚟講絕對係生得好高大、好威猛，但係就未至於係嗰種誇張到好似神話入邊嘅超現實巨人。事實上，如果哥利亞真係只有2米高嘅話，現代好多職業籃球員分分鐘仲高過呢位聖經入邊最出名嘅巨人。呢個文本上嘅差異，令我哋反思聖經喺流傳過程入邊，對於英雄人物嘅描述係咪隨住時間而變得越嚟越傳奇化？以賽亞書入邊有一段深受大家喜愛嘅經文，係第2以賽亞嘅作者對流亡中嘅以色列人所作嘅應許，話上帝會令佢哋重新得力。呢段經文喺榮獲奧斯卡金像獎嘅電影《烈火戰車》入邊，被用嚟描繪蘇格蘭宣教士李愛銳嘅傳奇一生。李愛銳係一位欖球同短跑巨星，佢喺1924年奧運會入邊，因為堅持基督徒原則，拒絕喺安息日參加比賽。喺佢正式參賽之前，佢就喺教堂入邊讀咗呢段以賽亞書。大家最熟悉嘅翻譯呢，應該係出自英皇欽定本嘅版本。但係嗰啲等候耶和華嘅必重新得力，佢哋必如鷹展翅上騰，佢哋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呢段經文將奔跑同魚鷹展翅聯想埋一齊，對一個短跑運動員嚟講，簡直係最完美嘅鼓勵。不過，如果當年你我閱讀嘅係喺昆蘭第一號洞穴發現嘅大以賽亞書卷，成個意境就會完全唔同晒。根據呢份編號為一傳以賽亞書卷台嘅第34欄記載，經文嘅結尾竟然係寫住佢哋行走卻不飛翔。呢個微小但係關鍵嘅差異，將原本嗰種展翅上騰嘅壯麗感變翻做一種比較踏實嘅描述。雖然唔識飛聽落好似冇咁有詩意，但呢個發現正正展示咗聖經文本喺千幾年嘅傳抄過程入邊，點樣產生咗截然不同嘅演繹啦。聖經文本嘅多樣性唔單止體現喺唔同嘅抄本上面啦，亦都反映喺昆蘭同其他地方嘅古代聖經注釋入邊咧。等我哋嚟睇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就係喺昆蘭第一號洞穴發現嘅哈巴谷書注釋，編號係一初初哈巴谷。呢份文獻係一種宗派式嘅聖經評論。特色係逐節解釋哈巴谷書頭2章嘅預言。呢類注釋通常有一個固定模式，先引用一段聖經經文，跟住用一個引言公式，最後再加入評論。喺呢份古卷嘅第11欄第9至15行，嗰位宗派評論家就解釋咗哈巴谷書第2章第16節經文係咁樣講嘅：你滿受羞辱，過於光榮，你亦要飲，並且搖晃。耶和華右手嘅杯必傳到你嗰度，恥辱必蒙蔽你嘅榮光。呢位評論家解釋話，呢段經文咧係影射緊一個祭司，佢嘅羞辱咧大過佢嘅榮譽，因為佢冇受心靈嘅割禮，反而行喺醉酒嘅道路上面嚟解渴。所以上帝憤怒嘅杯必會令佢混亂，增加佢嘅痛苦。如果你仔細對比呢份古卷引用嘅經文同我哋而家常用嘅馬所拉文本，你會發現第2個動詞係有分別嘅。昆蘭古卷嘅版本係話你亦要飲並且搖晃，而馬所拉文本就係話你亦要飲並且顯出未受割禮。喺原本嘅希伯來文入邊咧，呢2個動詞咧其實係玩緊一個文字遊戲。因為佢哋嘅寫法非常相似，一個係講緊飲醉酒之後步履不穩東歪西倒，而另一個就係好奇怪但將飲嘢同保留包皮亂想埋一齊。當我哋將聖經引文同評論內容一齊睇嘅時候，就會發現一個好精彩嘅細節。雖然呢位評論家引用嘅版本係同70士譯本一致嘅搖晃版，但佢明顯亦都知馬所拉文本嗰個未受割禮嘅版本，因為佢喺評論入邊特別譴責嗰位惡祭司冇為佢心靈嘅包皮行割禮。呢個例子展示咗古代嘅注釋者係點樣靈活運用唔同版本嘅聖經變體嚟達到佢哋諷刺同教導嘅目的。新約聖經入邊嘅彼得前書係一封喺公元1世紀下半葉寫俾外邦基督徒嘅鼓勵信。為咗加強信息嘅說服力，作者引用咗好多段舊約聖經，其中一段就係以賽亞書第40章第6至8節。喺彼得前書第1章第24至25節咧係咁樣寫嘅：凡有血氣嘅，盡都如草，佢一切嘅榮美都似草上嘅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嘅道係永遠長存。如果你對比下我哋而家常用嘅馬所拉文本，你會發現彼得前書引用嘅版本其實係比較短嘅70士譯本。馬所拉文本喺中間多咗第7節，內容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因為耶和華嘅氣吹喺上邊，百姓誠然係草。點解2個版本會差咗成節經文呢？呢個可以用一個叫視線跳躍嘅抄寫錯誤嚟解釋。因為第7節同第9節嘅開頭咧，同樣都係草必枯乾。文士抄寫嗰陣咧，對眼咧好容易由第一處跳咗去第2處，結果就漏咗中間嗰段啦。最精彩嘅證據就係喺昆蘭第1號洞穴發現嘅大以賽亞書卷。喺呢份古卷入邊，原本嗰位文士其實係抄咗個短版本，即係漏咗嗰節經文。但係後來有第2位文士發現咗呢個錯誤，就將
漏咗嗰段第七節，好似我哋而家寫漏字淡啊，補填喺行與行之間，仲有一部分要寫到去側邊嘅頁邊位。呢個考古發現完美淡展示咗古代文士係點樣發現並修正呢啲因為眼花而造成嘅抄寫失誤。昆蘭古卷嘅發現，為我哋研究第二聖殿時期嘅權威經卷或者叫正典提供咗好重要嘅線索。雖然呢個課題仲有好多地方值得深挖，其實正典同文本多樣性係兩個相關但又唔同嘅概念。正典係指邊幾本書被視為有權威，而文本多樣性就係指邊個版本嘅書先算係正典。舉個例子，猶太教同新教正典接受馬所拉文本嘅耶利米書，但係東正教會咧就視七十士譯本為正典。有趣嘅係，從昆蘭社群嘅圖書館藏書嚟睇，佢哋似乎係同時接納呢兩個唔同版本嘅耶利米書。我哋唔知昆蘭社群當時有冇一份固定嘅權威經卷清單，亦唔知佢哋心目中嘅聖經係分成兩部分定三部分嘅。最近好多關於正典嘅討論都集中喺一份編號為四書書書嘅文獻入邊提到摩西之書、先知之書同埋大衛。表面上咧，呢句嘢咧好似證明咗當時已經有律法、先知同埋詩篇或者叫聖卷呢種三分法嘅聖經分類，但係我覺得我哋唔可以想當然咁理解呢啲字眼。到底昆蘭社群心目中嘅摩西律法、先知書同埋大衛係指啲咩呢？根據我對呢段文字同埋該宗派對權威經卷理解嘅研究，摩西之書好大機會係指摩西五經，先知之書就係指一套仲未完全定型嘅先知著作集，而唔係後來嗰種由約書亞記到十二小先知書嘅固定8卷分類。至於大衛，其實並唔係指詩篇或者聖卷，而係指大衛嘅事蹟。因為當呢個社群提到詩篇嘅時候，通常會用大衛之歌或者詩篇之書，而唔係單單講大衛。事實上喺昆蘭古卷入邊，我哋揾唔到有一套完整聖卷分類存在過嘅證據。總括嚟講咧，呢啲古卷咧照亮咗聖經文本喺統一成馬所拉文本之前嗰段重要歷史。喺大約公元100年之前咧，聖經文本嘅多樣性比我哋想象中高得多。雖然呢種多樣性唔應該被過分誇大，因為後來成為標準嘅馬所拉文本喺昆蘭古卷入邊確實佔咗好大比例，但係佢絕對唔係當時唯一存在或者被閱讀嘅版本。喺第二聖殿後期，唔同嘅社群其實係喺一個好豐富、好多元嘅文本環境入邊去實踐佢哋嘅信仰。既然呢啲古卷咁珍貴，亦都反映咗當時咁多元嘅信仰面貌，咁到底呢批古卷當初係屬於邊個嘅呢？係一班隱居沙漠嘅修行者，定係由耶路撒冷聖殿緊急運出嚟嘅皇室收藏？下一集我哋會探討一個爭議咗幾十年嘅話題。第5集，邊個先係古卷嘅主人？